龙泰因近西南风水气真高，昨昏伫高雄的前镇凤山左营嘛拢是落甲淹水，加在中岛过水拢退啊。另外，平坝启乐桥的桥墩有损害，伫高雄桃园区的3个里，即马对外交通拢断去。昨下晡，行政院长陈建仁嘛有去现场勘灾，公路单位即马是有估讲伫今仔日就会当先开放予人员出入，即个拜六应该就会当开放轿车通过。 机车经过喷起水，用要将车桥调咧，气象局针对高雄北部大水河特区，设置在7点左右，左营区、凤山区、仁武区3点钟，雨量就超过100毫米，出现积水。前镇区积水到机车半个车轮悬，凤山区也落单积水到大人的骹目。下的比较大了，那可能前面那边哦，那边的排水孔没有通了。 台南东区也因为暴雨，真侪草滩积水，林心路地下道、人坑挂一直不水，大龙地下道也因为积水封车道，水富路甲东门路3段也伫短时间内积水差不多10公分这么悬。你看了一下，大概有下快半小时，然后完全是淹到，也有摩托车完全骑不动，就停在了路中间。 积水拢在中道，道提起暗晡对高雄桃园区梅山、南富兰、复兴第3里里面来讲，算是为卡路风台甲即马议员亲像在孤岛，因为明白克洛桥议员无修好，行政院长陈建仁下晡也去断桥的所在巡视。方便桥的上游侧，我们要规划来设置了一个预筑混凝土大化剂的箱型梁，桥面高也提高了18公尺，的道路宽度是7.5公尺。 那这个工程已经在6月绝标。交通部提长期计划，往水头起高较悬的上行娘，按照民国114年8月完工，第期抢通部分是伫侧边开放人员通行，甚至人车拢能通过。是不是以后我们再加挂一些安全设备假如说有一些紧急的救难的这个部分，我们再来做一些规划升级。 市府也在考虑强化影响对外交通断去的时阵，引导3项运补不足流浪的功能，可以发挥更较大的效用。记者综合报道。